深圳市印華鬆學頤養中心位於深圳市福田區，為香港特區政府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官方認可服務機構，為香港長者提供合規、專業、貼心嘅跨境養老服務。院舍地理位置優越，往返香港交通極為便捷，無論係日常往返香港口岸、返港探親會友，唔需要擔心跨境出行煩惱，最快約15分鐘即可抵達口岸，深港兩地出入自在。院舍長者每日都有充實嘅日常活動，包括學跳舞、合唱、書畫、棋牌等多元化節目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嘅活動。同時，院舍設有各類休閒娛樂、康復配套設施，包含桌球、乒乓球、麻雀，以及作業治療室、運動康復房等等，每日過得充實開心。全院都按照長者需要打造專業式老化設計，處處講究安全，走廊同廁所都裝托扶手，行動無阻。家具亦都整成圓角，避免碰撞。每間房都有緊急呼喚器，有事一按就有人到，時刻保障大家安全。院舍擁有資深專業護理團隊，提供分級專業生活照料，針對體弱同臥床老友都有專屬照顧方案，感受到屋企一樣嘅溫暖與體貼。中心配備專業康復治療師，針對行動不便、體弱、中風後、認知退化嘅長者，每個星期開設分級復康活動，時刻關注長者身體機能情況。中心配備24小時住院護理人員，醫生定時上門巡診，安排例行體檢，為每位長者建立個人健康記錄檔案。附近多家3甲醫院就醫十分便利，全方位保障院友身體健康。中心住宿戶認為標準雙人間，所有房間光線充足，通風透氣，配備獨立廁所、冷暖空調。院舍膳食完全貼合香港飲食口味，菜單由膳食團隊專門定製，菜式每日翻新，搭配均衡，食得健康又合胃口。所有食材每日新鮮購，當日烹飪，衛生監管全程可溯。我哋設有堂食，同時提供免費樓層送餐、直送房間服務。院舍周邊毗鄰多個大型公園同天然水庫，生態環境一流，空氣質量優越，適合日常休養、散步鍛煉。院舍一站式滿足香港長者養老，依託香港政府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，以港籍服務專業團隊溫馨環境，陪伴每一位香港長者安享舒適晚年。